舊年預備 DSE 嘅時候，我發覺充滿能量嘅身心可以大大提高學習嘅效率。所以溫習之餘，我亦都會維持自己嘅興趣，例如跑步、游水同埋聽歌嚟減壓。作息平衡先至可以發揮自身最大嘅潛力。透過美式桌球嘅訓練，我學識咗點樣揀最具勝算嘅目標球，認清目標，然後訂立適合自己嘅溫習計劃。棒球比賽嘅決勝關鍵在於邊一個可以堅持到比賽完成。喺溫習嘅過程，不妨停下腳步，俾自己適時充電，令學習事半功倍。拯溺運動訓練提升咗我嘅應變能力，同樣地，相信你哋已經可以揾到適合自己讀書嘅節奏，喺文憑試度將努力嘅成果展現出嚟。劍擊強調個人嘅心理質素啦，喺賽場上面全神貫注，按部推進每一分。面對文憑試，我鼓勵同學們要時刻調整心態，將內心嘅疑慮轉化為動力，盡力做好自己，一定能夠享受堅持得嚟嘅成果。備考文憑試咧，唔一定要整日埋頭苦讀，可以試下將溫習目標拆細，當完成每個階段後，獎勵自己，創造學習同埋日常生活嘅平衡點，務求以最佳狀態迎接挑戰。各位同學加油！